针吗？打针。打针，对。打针啊，哪里有？你打针是在找我们？他就把我叫你啦。对。好，有在找书。他很怎么样？很怎么样？没事，他比较容易仓库的小黑水啊，黑水。还没笔录了。乌鸦。你想什么名字啊？你想不喜欢的马小红啊？好啦，你讲你也可以讲你的台湾仙女。加个几分钟。边边哦。太阳，要漂亮姐姐。Harry 英文呢？对啊 ，Harry。King 嘛。到底是什么？国王。King 啊，是 King 啊。你以为哦？嗨。我叫王丽莎。我叫王丽莎。玛丽莎。对，然后对，我的名字叫母尼，然后你的英文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啊？你都知道鸟的名字？对呀，医生。叫我叫什么？然后呢？对 ，Queen， OK， 好，一个皇后，一个那个。很走。我是阿婆的。王丽美。然后你要知道是什么？你觉得母语的名字叫什么？母语是短的。好，耳朵。那是一个不平的名字。没话。
叫金刚。阿盘盘。阿盘盘。是名字吗？好，对。盘。很长，你很长的。叽里叽啦。叽里叽啦，还好啊。哇，我们要叫你。Mr. Pan。我叫。老板啊！你叫老板啊！我叫阿雄。我叫宇轩。你叫世轩。这叫米酒。可以叫我阿雄。那你可以不帮我写啊？英文名字哦。米子熊。小酥油。出麦。小酥油了，真的小酥油。傻猪哦，傻猪。你还要问什么？阿雄。爸爸的名字啊？爸爸叫阿雄。真的要叫阿雄吗？不要了。我爸爸叫阿雄。是爸爸。姐弟啊。好吧，真的。我叫安飞了。没有了，我叫阿丢咪。熊贝尔，熊贝尔过来。我叫若心，很美哈。我叫卢真，我喜欢人家叫我林爱美。好美啊！对吗？爱美。我是阿雄的女儿。我是阿雄女儿的朋友。雄美。我是那个雄俊。我是王子，他生的女儿叫做欧阳完秀亲着她的老公欧阳令七所生的女儿叫做欧阳慧仪。什么啊？我要比他长一点。啊。那叫什么欧阳？我姓欧阳，欧阳是他，然后欧阳修的后代的。欧阳修知道吗？唐宋的八大家嘛。有中原呢。有中原，八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剧场游戏。刚刚他有在说，社区剧场是什么？我们很难去界定社区剧场是什么，但是我们是希望从这个团体的。